再来看台中捷运公司，佮有捷运的警察局，针对150个政务人员甲保全，加强因第一时间的观察，嘛训练讲因安怎来使用防暴的工具，咱嘛做伙来了解。学员听教官指令，演练这压制进前的动作要安怎做，了后，搁来练习防暴的家私要安怎使用。因拢是台中捷运公司的站务人员，因对教官进行防暴的相关演练。台中捷运5月发生夜岛攻击的事件了后，捷运警察进驻列车甲车头。6月16开始，改由保全对车守护。台中捷运甲捷运警察队对1个月开始分5体上训练课程。正确的使用方式，怎么出力，怎么去做一个防处的动作。然后还要透过一些概念的传承，就是类似空间的使用，要与歹徒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。警方表示，训练唔那是要保护家己的安全，嘛要有适当的距离做安全暗号。台中捷运嘛表示，因为捷运保全甲站务人员都是安全的第一线。除了要有敏感的观察力，防范意外扩大是上重要的。我们人就在现场，必须要有一个第一时间的一个应对哦。因为通报警察，虽然他们也是很立即会赶赴现场哦，可是中间从通报到抵达，毕竟还是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时间差，比较不会伤到民众，也不会伤到他自己。台中捷运表示，若是有危害行车安全，也是系统运行的疑虑，除了会通报警方。第一线的站务人员卖当透过机灵，也是使用防暴的家私压制嫌疑人，确保站内乘客人身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